家好，又到按金乌下嘅時間了。今日我帶大家來到宜蘭太同鄉，也係咧青山綠水，充滿嘅泰雅文化。唔過啊，又有客家精神嘅味素。今日我來挑戰金烏下學客家話嘅來賓係乜人咯？阿妹愛唐國嘅一位武林高手呢？唐國有兩功夫誒，也有金鐘罩、嘿，鐵布衫。金鐘罩、鐵布衫，係乜嘅東西啦？哎，就會拿刀去斬唔落。哎呦，阿哥啦，拿槍去戳魚。家就蠻能講誒，刀槍不入之身的人哦，就馬上該流向出來好嗎？好，來。嘿，功夫 start， 快起！他連你摸啊！哎呦，來喲！哎呦，我觉得你们讲的有点太夸张啊！刀枪不入，这个不见得啊！不要拿刀，不要拿枪，都 OK 了。真的嗎？我去看他很狠哎，這個人。啊！哇，聽說你有真功夫呢，當然嘍。他說什这麼東西？个棍子有点脆脆的呢，你用这个来考驗我，有點太遜。啊，看不起你對不對？對啊。棒拿來。哎呦，好啦，我哋扮起唔清腔咧，把些叫做好武術，會跆拳套、空手套，然後詠春拳咧。唔過根本啦，仲下有唔多，因為人係開在無通數誒，一下搶先一步啊！哎，呢隻星光梯拖。哦，星光開課。什麼星光開課？啊，星光你從非洲大道。來的。哎，星光。來，念正確。星光梯拖。哦，星光梯拖。哎，呢隻禮尚往來。禮尚往來。往來。係，第三隻茶餘飯後。茶餘飯後。嗯。哎呦，唐公一百嘅獎勵係頂級住宿一安步呢，一般些唔使好好選哦。現在事業對我來講比較重要。所以你決定選星光大道。就是星光大道。那我們兩個人就一起走星光大道。好，好不好？怎麼走？星光大道，行嘅就第。哎，往這邊啊。在挑戰成功態度嘅任務之前，我們就要來開始學客家話喲。今日總共要學20句。就對最基本的上家門開始啦。一見面問的，你好，對呀。其實一定會問你在幹什麼的。哦。你看你就跟我們講的不一樣，你來這邊幹嘛的？真的嗎？來這邊賺錢的。不一樣。所以別人一定會說，做馬雞。哎。做馬雞。下回你喜歡安橋。哦。來做戲啊。做戲啊。哎，做戲啊。哦，做戲。好，來，可以去吃康乃吧。吃康乃哦。看見什麼哈，常等一下喝茶也喝一下，要採茶也要採一下，要試一下。哦。對，試一下。試一下。哎，試一下。好。那如果說你要通過每一關的關卡的時候啊，我會問你說，你到底行不行？你會不會？你說試試看就知道了。哎，來試一下就知。試一下。試一下就知。試一下。秋笛就知道。哦，就知道。哎，試一下秋笛。所以你真的要認真學哦。學。哎，哦好。哦好。好。哦好。哦，學就是哦好。有咩哦好啊？好。好。學會嘅基本嘅5句客家話。一下就要開始人嘅成功態度任務挑戰了喲。帆姐，我今天真的就是來幫你的。對啊。對啊，你看帶來這個地方，我們的九寮溪嘛，對不對？尤其是在這個地方，你看到那麼多的森林樹林，對，這個有多少的那種大導演，然後大明星都來過這邊拍攝。對，你所說的星光大道就在這裡。我先隨便說一個，你就會嚇得一個快尿褲子。啊？侯孝賢導演，哦，還有呢？台灣之光嘛，對不對？對，厲害。再來，在這邊得過獎的舒淇，哦，舒淇也來這裡，舒淇姐就在這邊拍攝的。所以星光大道就在這裡啊。我跟你講哈，來到我們九寮區哈，對，你一定要先去拜這個樹頭啊，這個樹頭，這個樹年齡大概200多年。哦，那其實我們事實上我們都在講，樹的年齡越大，它越有靈氣，可以去保佑你。其他嗰個一條老樹誒係假冬樹，一個樹誒越老嗬，一個外表嘅變化就越來越多哦。
它的形状非常的特别。你看这个树瘤这样子凸出来也很漂亮。它整个就好像是要把你整个人的才华，然后还有你的灵气，就像双手一样这样给你环抱着，保护着你。事实上哈，游客来到九寮溪，我都建议他们摸它整棵树摸一圈，摸一圈摸一圈会保佑你家平安。啊哦，七太哥，迄正经的喊你假的啊！人日俺没有来去面看啦。加下七太哥讲到的变化，其实就係塑形嘅改變，故所就提供了當到野生動物歇困做掉嘅空間哦。我们常常想说，台风的时候，那些鸟类、那些虫，那是到底躲在哪边？怎么台风一过，又全跑出来了？所以他们也有他们的一个窝栖息的环境。据说舒淇在拍摄《聂隐娘》的时候，也是在这个地方吗？是在我们九寮溪步道里面。在九寮溪步道里面。对，因为九寮溪步道里面它的生象是生物现象比较完备。OK，那因为没有经过我们在地人的开发，所以那里面的话它就比较完整。那今天可以进去看一下吗？现在不太适合，因为台风刚结束那里面可能还是有一些没有恢复。要等它恢复。对，那没关系啦，来日方长，我们再选个时间来了。是。好，那我们来学一下，那山风轻度的就会将会发现呢，瀑布水冲。水冲，水就是水，水这样冲。水冲啊，水冲水来吊桥有仙口，线就是铁丝的铁线，你看铁丝做成为的桥，做成。要用很多次叫很多雕桥呢。个雕桥係顯下人講嘅，即係北京話嚟講，一般上叫仙橋。仙橋啊，仙橋。過來，你係翕嘅素材哦。學葉長梯，學葉長梯，學葉長梯。哎。这个跟你有关系啦。你常常到處去拍戲啊、拍電影啊，對不對？就是你要找一些拍攝的場地啊。學葉長梯。這個九寮溪這邊啊，最特別的就是這個啦，風景洞江。風景洞江。風景就是風景，洞江就很漂亮。風景洞江。因為唔單止風景江哦，還有空氣洞河。空氣洞河。空氣洞河。學到唔會諗哦，班姐繼續加油哈！本來成功太多嘅任務啊，係愛唔提九寮海山路拍一出 MV， 今邊日暗唔到好，家就準今日出到搶王啦，學睇客家話就過關嘅啦。行，羅伊勇，聽聽其他個老山話咯。來，我們稍微進來一下，好，這邊是不是？哦，到了。哎呦，看，你在旁邊那個。徐老師旁邊那個就是台灣原生種的小葉桑。小葉桑啊。對，那個小葉桑來講，一般不管是客家朋友啦，或者我們漢民族朋友，都可以作為中藥的一個飲用。台灣的少數民族原住民來講，它在樹枝上面，它可以作為一個建築的用途。又可以作為建築，然後也是可以列入放在那個中藥材裡面。對。你按講松的樹，嘿，它可以。最重要的以前養蠶啊，養蠶的時候還。那乃鐵雄哈，徐大哥哈，既然會帶到我們來到這個點，我們後面這一棵一定就是相當厲害的。沒有那一棵，因為颱風吹斷了，不好意思，那斷掉了。那個是很特殊的一個植物。那個是叫什麼？那個也可以使用，那個叫馬告。馬告或許一般觀眾朋友不是很熟悉。那我如果講是台灣原住民的珊瑚礁。哦，珊瑚礁，一顆一顆的。對，一顆一顆的。馬告沒人做珊瑚礁，啲芒修之前可以搶食的，洗澡過後啊，就將佢五腐椒粒，一橋米當啲樹，故送原住民朋友就當將拿來煮菜喲。火忙唔驚上路機，火忙唔驚上路機，道理唔驚犀牛皮。道理唔驚犀牛皮，火芒就火很猛，對，火很猛。這個上路機就
就是还是活生生的，还生的那个芒萁呀。芒萁。活猛的话，你这个放进去，它也照烧不误啊。对。哦，那斗笠呢，刀子很快。刀子很快的话，那死的牛皮哦，非常硬，非常硬。哦，不好割。但是你刀子很快的话呢，不怕你是死牛皮的，照割不误了。哦。哎，那意思是什么呢？就说我们做任何事情啊，不论你做学问啊，或是做什么事业呢，有手艺方面，各方面都好了。只要你有真功夫，那你什么东西你都可以迎刃而解，都可以解决的。火忙，行上路旗，道理唔讲死牛皮，道理唔讲死牛皮。哎呦，没想到今日办客一下就出到前王，实在系本制作单位头痛，唔咩啦，系唔对样嘅事啦，临时上对家嘅任务提点，希望办客也收嘅通告费哦，实在太好量嘅啦。大家注意哦，殡仪馆嘅任务提点就系啲宜兰嘅南洋失败建设业嘅玉兰茶园，同时咪做得本办客来认识下客家嘅茶文化。啊，调咖喱嘅，调咖喱嘅，调咖，請問下嘅調咖嘅松香啊，香蕉啊，杏啊，姓邱啊，而且姓邱的哈，就是也是我们的客家人的大姓，蛮多人姓邱的，就是邱。对，香港宜蘭太平鄉一個茶，屯安尼嘅桃竹苗嘅茶，種嘅品種冇相同。冇用咩冇通用咯，而家茶跟你東方美人茶。你呢？我發財嘅咩？茶一佢一般的品種冇通用，凍太皮呢。嘿，太皮。然後還太皮大便呢。哦，比較大便。我以為這個有啤酒可以。太皮。他示範的是其中一種動作，那不過動作就是比較遜一點。遜的，比較初階。今天我特地帶你來看一看用板模 Q 用。板模 Q 用？用板模 Q 用哦。你要茶跟你什麼不一樣？東方美人茶。你呢？我發財嘅咩？來呀哈，來呀，我的蜜香紅茶。哦，中鳳茶、蜜香紅茶。紅茶。啊，有一種嘅品種，就一種嘅嗎？還有呢？烏龍啦。烏龍。烏龍茶。金萱啦，翠龍油啊，它不叫野香，叫金萱茶。伊批落去先冷香梅。較香梅啊，啲香梅。較野香啊。什麼運動適合？什麼較適合？香香啊呢？係其他運動咯，佢是烏龍。哦，較涼係咪？現在男生就以烏龍茶比較多，因為比較濃。那女孩子呢，喝金萱茶，其實老闆也蠻建議的，蠻推薦的。好啦，來出任務嘅啦，來看今日任務一樣來出啦，任務啦，出任務。日天呢個嘅任務就係班姐而老艾比賽摘茶，看萬人摘得到，就做得第一片免費黑暗布。班姐，唔要加油哦，艾是懂得摘茶哦。係。買夠喐，買夠喐啊！來看哦，客家長線樓啊，你來邊咯，辦結落來啊，聽說茶茶我比賽哦，來。冇嘅龍啊，有啲拿到。冇對講啊。來天拜吼，來雙拜摘茶嘛冇安尼吼，雙拜有咧茶人雷公安尼吼，哎呀。有雷公嘅冇嘅。能摘茶用入面盤嚟。冇啦。啊，年嘅是。有茶用面盤吼，一陣做茶葉酥，然後做茶葉酥咁開。茶葉酥啊，有㗎，我講有間乜嘅茶？有啲金萱啦。你做金萱茶哦。金萱茶。呢啲香味可以。用哪香味？哪香味？它野香啊。哦，所以睇下外表嘛，看得到，野茶一對一般咧品種冇用用紅太皮呢。係。有冇先生？太皮。太皮。然後太皮大片。大片。哦，比較大片。我以為這個有啤酒可以。太皮。你壞哦。啊。那烏龍咩有啲槍啊？烏龍咩係盤盤啊？烏龍咩咁樣？啊，那嗬，你那個烏魚茶嗬，佢支持過，佢冇嘛支持。哦。打這邊的一個有鋸齒的。對，日式的茶葉，這茶芯叫荇。荇。葉。
一般的好茶哦，那个下一次的烹逢茶哦，要摘1心2叶啊，1心2叶。哦，1心2叶。第二篇我老太太讲一下哦，东方名人茶就係烹逢茶，我摘1心2葉。不過啊，金蟬茶摘嘅就係貴幾嘅嫩條，4到5片葉嘅都做得咯。漏三個，這樣 OK 嗎？有叶子这个地方就好了，这样。那如果是这个呢？这个还行吗？这可以了，这样。哦，摘用3片。OK。3月了，莫摘就落了泪呐。有枪吗？哎呦，哎呦，干什么？我好累哦。哎，你好累。我休息一下了。你可以我这样。休息一下了。哎，我们安尼头都可以冲山沟呢，然后后一下嘛要山沟，挺有意思呢。山沟啊。真给让头干当想休息一下好，休息一下啦，我们来学唱老山歌。老山歌。对，像老师刚刚唱的，很有意思啊，对不对？会把比较快，是不是？对呀。摘茶爱摘，一起来嘞。摘茶爱摘。对，你看到你采的对不对？2、3片嘛，2、3片，用到2、3片，2、3片啊！好，2、3片啊！其实我也铺啊偏懂诶，早已搞冲山歌来黑班节老头家，齐先生对顺条点点的摘个冻脚，结果唔看我们养的好，摘下来的茶，头家一下就爱做茶叶树，不我们来吃咯。这个是什么东西呢？你要煮粉，然后脆酥粉、太白粉、脆酥粉加太白粉，还有面粉，3种粉。今天就由你教我们的外国人来破吹，好了，再来破卡得，来交给你了。卡得，哎，破菜，破菜还破就是炸了，炸破哦，榨菜炸那个菜的。哦，破菜就是榨菜。对，要帮忙。示范一下。我要帮忙啊。一片一片的，这样。一片片的。每一片都要破到。那要怎么看它熟了呢？会浮起来吧？我看，我捧一了。颜色比较透明状吧，透明状的。人家的量诶，通常没开夹条诶，你木家抱出来哦，跳落唔好食。人家量上就会浮起水枪枪哦。金蟬茶前边摘贵几嘅嫩条嘅部分，不说唔但像叶嘅，连光都做得食咯。太阳那么大，然后条杆每天都要摘那个茶叶，就为了摘那个2、3片。然后摘了一堆洗一洗，要榨这个，然后就是要呈现按好吃的东西，然后该是要按好淋的茶叶，然后盆台嘎底。我们这一趟没有白来啊，对不对？哦，你没有白来。对，了清楚了。阿爸来了，泡茶都要拿东西拿去茶园给泡茶。好，那边还跟买油盐咖啡吃饭嘛，咁样哦。吃饭要地度食哈，佢冇啲食咯。哦，係啊。幾多哦，佢自己豆幾食啦。吃到那个豆状了。因为很多朋友呢来这边，其实就是为了要看这边的风景，因为这个宜兰的大同山真的好美好美哦。老板就说有一些客人如果那一边坐满了，那有些客人想要看风景的，就会自己把菜啊、把饭端到那边，有没有？像从给那片就有人喊，很多人提泡茶啦，提吃饭啦，比较有情调啊，他有请挑。对啊，请挑，点一些蜡烛吧，啊，请挑，拿小提琴过去。买茶供茶香，买茶供茶香，卖茶说茶香，卖花供花粉，卖花供花粉。卖花的人说自己的花很红，卖茶的人说自己的茶香，对，卖花的人说自己卖的花很红。哦，刚雅的意思就很明显。意思是什么呢？那就是碰红腿嘛。碰红腿。老王卖瓜。先泡好了，闻到香味了，很香啊，这个茶。对对对，吹牛一下嘛。哎呦，有头家嘅茶叶按用心嘅照顾，唔是碰风，听说嘅清赞美。草地树底下，写得自家破嘅茶叶树，
搭配呀香油油的茶叶，然后蓝蓝的天空，哇！你两实实在很不享受哦。行业茶园都好，还做得看到规片那个南洋平洋的美景，真正是世外桃源啦！体育馆的业务就第一个是茶碰风的过程之中轻松的结束嘞。第三关的业务地点嘛，就去海军养到免费顶级住宿的民宿，一个热情的头家已经准备好茶水，已经迎接唔要得了。老板当然把最上等的茶都准备好了，你看一望过去，有的都前3名了，这个是头等奖，头等奖，头等奖，头等，第1等奖，头等奖。哦，不是铁等的，铁等奖哦，铁等奖哦，铁等奖啊，头奖的上面哦，全部前3名都给你包了，全部像包种茶一样给它包起来啦，那么厉害呀！来者是客，老板请我们喝一杯茶，还有淋茶嘞，淋茶，喝茶，生茶。等一下，我有个疑问哦，钟老板，对，新哥，唔爱淋茶，唔讲啊，伊咧空的鼻的，同伊咧有种的，系嘛个意思啊？长的是蚊香杯啊。哦。可是那我这个是喝的。这个是喝的。可是他没有啊，叫我怎么喝？这个我来表演。啊，他表演啊。你会？这个茶道我多少学？你要，你不要盖哦。我先把这一杯倒到这一杯里面。天热了好，空了吗？天热了好。好，里面是热的，所以有香味。哦，很甜哦。10几秒，它香味层次会不一样。披熊，可以多闻几次，就闻着披熊，哦，很香。我的又不一样。对。他示范的是其中一种动作，那不过这种动作是比较逊一点。逊的，比较出街。逊的够，对嘛？我想说，我们现在喝的是客家人种的茶呢。对，所以他们比较有经验嘛。你说最我想说，怎么会让外国人？我学的是这样，闻完之后再喝。没事。他的那个动作全部都是对的。对，比如说还有另外一个方式，它是3等奖。对，我们比较常用。对，比较常用的方式是把这个杯子把它盖起来。哦。一笔呢？一笔。我的眼睛在哪里？眼睛在这里啊。对，这是你的眼睛。啊，嘴巴在这里，看清楚。头发，我的头发很多。天哪！对，所以他们比较有经验嘛。你说最早我想说，怎么会让外国人？我学的是这样，闻完之后再喝。没事。他的那个动作全部都是对的。对的。比如说还有另外一个方式，它是3等奖。对，我们比较常用。对，比较常用的方式是把这个杯子把它盖起来。哦。这是特等的喝法。好，我先看你做一下。盖起来啊！盖起来。盖起来其实有2种方式嘛哈，一种是因为女孩子可能比较怕烫，她会用2只手。哦，真的烫。2只手拿起这样翻过来。哦。然后另外一种最常见用的是这样，直接翻过来就好，这样放下去。哦。然后轻轻的拿起来，旋转拿起来，然后拿到你这边再转过来，这样香味。你可以闻10几秒，它的香味有层次会一直变，大概10几秒之后才是最香的时候。这样。我懂了，就是像那个吧台的那个调酒师，他有他的花招，你有你的花招，厉害。头家讲夜铺唔系凊彩灭嘅哦，伊讲啊，一天就要安尼，掌握香浓久，杯先披到花香，3等掌系捧桐香，安尼香味掌有层次。另外呀，色茶嘛系有方法嘅哟。怎么会有一点青蛙叫的声音？对呀，其实这个是品茶一个标准的方法。那有分男生喝法跟女生喝法吗？没有分。女生这样也不会出乳了，不会乳服了。来，帮我拿个吸管来。其实它原理很简单，就是你含一小口在茶汤在里面的，用空气把茶汤打散了，然后它会布满整个口腔。那
酸甜苦辣比较容易明显。然后另外是没那么简单，你看吧，以为都可以直接没有哎。像手鸟的声音。对啊，老板，你再示范一次好不好？哎。哎呦，老师。哎，姜还是老的啦。调家讲吼，其实食材就像是拉面同样，用脚咧按样，个声吼就会出来啦。哎，板客，让外国人爱吃口呐。我觉得要不要叫个油壶茶？好不好？他的湿湿茶表演，我要喊油壶茶哎。要叫救护车来了。哎，很香哎，其实这样这样吸会味道会比较明显。哎是，其实可以头稍微往下一点，就是茶汤是会掉下来。哦。你再把它吸回去就好了。头要往前，对不对？哎，帮你看。就稍微低一点，然后茶汤会稍微流下来，再把它吸回去。这方面。嘴巴张开，这个，对。叫救护车。那好像有一点像，好像比我好一点点。这嘴巴不要闭起来，不要这样，就是嘴巴是打开的。爱在大拍讲和真嘅冇按改呢，一开始都袂讲到哦，唔过啊，吃几摆嘅就 OK 啦。香港调家吼，係對新竹辦到宜蘭一片來種茶嘅，也是個有故事嘅喲，也就像種阿爸來講故了。我看到呢黃山那邊快餐式啦，快餐式，冇梯啊，阿爸都壽面等於4天就4房餐式啦，我9歲都上來。9歲，阿爸9歲就上來。出到了來啊！9歲阿爸都帶我哋過來啊，那邊哪有穿雪啊？所以提亞嘅落地生根以後，就按好嘅都市講到，按凳子呢，阿兄條家，也係安尼阿爸要來嘅呢，我提亞嘅土生土長的，吃到安尼一路安尼行來聽恁爸爸呢，又提亞嘅土家嘅嘛，感覺牛眉啊。較早採都是他。用锄頭有沒有？就是對，慢慢開墾出來的。以前都沒有怪手什麼。健康一邊真理按講，從嘛有別人就也有了黑。甲當時一個月一片的時間，咁就係安尼嘅。冇咯。咁我當時一片用你啊？可能太素人啊，全部太素人太素人個素嘅安排。裝修啊，你揾啲人種咯，用日都晾喺看埋。佢種咯，你當杯冇水啊，cái收頭熱聽啊，就滾頭嚟拍踢，拍踢，讓個種番薯、種地頭、熟煮嘅樣嘅。哦，你先見懂啊。阿爸條白按辛苦，你要睇旁邊天數冇？你幾下都忙出世了，因為天時間還前天數哦。對，那時候還沒出生。當你有印象的時候，爸爸也時間。最深刻的一個記憶點。小時候就記得國小的時候啊，然後回去就要幫忙弄茶。對，幫忙做茶。咁種茶，阿爸，你頭擺提下嘅想講種茶時間，係好多年前種，還係客家年前種啊？客家年前種，較早都睇大山種茶都對面嘅鄉公所嘅睇。對面鄉公所。太同鄉公所，大山種。種了做得長年來做得茶家好，我就讓啲嗰邊發揚過來讓種茶。咁阿伯講發揚嘅點喎？發揚嘅。發揚嘅點？發揚嘅是茶揚，那個芽，那個芽，發就是活了，活，生活的活啦。發揚是發揚嘅。發揚頭髮係用摘嘅嗬。摘個等我天啊！佢摘啊，嗰個摘係唔咩人摘茶哦？你講嗱個茶條個茶拉下來，用個做個用鹽玩啊，做個攞嘅咩等啲嘢落去啊，做個誒差唔多係等落去。生件嗰啲營養嗰張對入會割出嚟，讓粉水種。等於啲生件咧，將嚟割下來，割下去種。我係用茶枝嚟種嗬，當叫佢時間啦，個茶枝細細嘅，上個幾時咁去睇，
可是伊还几百来摘到哪个地度去？有。嘿，啊，本去上斤过来骨头啦，按去总是，茶叶呗。一种是几头的啦，唔免查智商，你按记的啦，按较查智商你就个查无会变种，会变种，会变种，该按到时，该无用。啊，今日个对人家谈到视察，我讲叫我视察都无人讲过，无人谈过啦。视察迄嘛个啊？一视察我当小时节去谈过的，个视察吼，我上到这个小头的啦，唔会太头啊。可是我没人讲市场啊，一直唔地方讲到市场，啊，根本对人家要谈到的。那死的意思本来是土生土长的意思，这样就想起来。可是呢，死了在死来用的一道素材，比如讲那个土狗，台湾土狗那种死狗的。死狗的。嘿，个土生土长个土巴拉，那个18的啊。18的。嘿，按讲18的。土巴拉。嘿，土巴的。嘿，个是用改造。加只屎，就喺度咧，人哋入邊直接上起來，原始上起來。原始叫做屎。嘿。哎呦。當然得咯，因為那個屎。懂意思呢？係，那個屎是當上原地啊。今晡日啊，真經學嘅動作，我想俺嘅觀眾朋友啊，嘛學真嚟呢。好啊，班姐，一下就揾上課嘅啦。茶葉那個。茶葉。嘿。茶葉係冇水嘅蔬菜，有水嘅蔬菜呢甜，係茶葉。好，過來色茶。色茶是我們最早的講法，現在有說淋茶。好來，泡茶。泡茶其實是後來的事情。以前呢，我們不叫泡茶。咁我們都買。一般來說沖茶。沖茶就是把開水先水煮開了哈，然後茶葉放在罐子裡面，直接水沖下來啊，熱水沖下來，然後沖茶。另外一種叫普茶。普茶就是罐子裡面茶葉放在裡面，水放好，這樣煮開來。哎，過來吸，剛才那個啜，啜。係另外一種接一下樣嘅接。我沾一下。沾一下。接一下。吐。其實要吐係透氣嘅邊啦，嗬，透出來。即係吸氣有呼吸啊，一個透入就吸進去，透出來就吐氣。過來，賞。誒唔係講賞鹽喎，係講賞，係講安胎賞，安胎賞都很大聲。還有我們剛才講是茶還是賞？是茶跟賞。喝茶的聲。是茶賞。是茶還是賞？好，過來。代表這個茶好。聞，你講 P。還有重香的。동香，花香呢？花香。啊，我應該講給自己。啊，不過吼，也真歡喜啦吼，係養的貴死的，我剛剛贏得真值，真的。不要這樣子一直提。可以提，帶我先上 no 同我生日了呀，黑一安撫啦。OK，沒有。還可以黑1禮拜啊。OK 啊，沒有問題。住1個禮拜這麼？人真那麼漂亮啊！住越高，看下去的風景越漂亮啊，對不對？開什麼玩笑嘛，對不對？那 NONO 和女兒來這邊住。當然啦，享受一下快樂的時光。講了很多遍。不行，他現在不可以，他只能。你想不想看一下我住的地方到底有多高級？我只能看一下，然後感受一下我住不到的。冇辦法，馬莎很雜書嚟咧，唔是做得有冇做看公園哦。對上去看間房之前，阿興哥講嚟講，一片有一集做得看到動畫嘅田呢，做得看到規則難用平用，係冇辦法，唔按不呀就睡對呀嘅好啦。見來到嘅就係我可以免費喺呢間房，係唔係動讚啊？我談講班姐唔懂會畫圖，咁冇按你好啦。唔先來跟我畫一種牙嘅圖，係講畫嘅動好，我就搶頭價免費就聽1安步。一筆呢，
哎，提笔。我的眼睛在哪里？眼睛在这里啊。对，这是你的眼睛。嘴巴呢？啊？嘴巴呢？嘴巴在这里，很清楚。头发我的。头发很多。天啊哦，板片，你的度高哦，用这个老海语把都变抽象化呢。哎呦，这最多客家甜心吼，爱看撒下来的音符哦，气价就会补充了。哇哦！好强哦！你看到心肝哇开。哦，心肝哇哇开。心肝啊，心肝都要哇哇，就是看到哇哇叫。哇哇！心肝哇开。啊，心肝哇哇开。阿兄嘞，听讲那个客家人开的别墅，客家人种的茶叶，厉害吗？厉害。啊，你当时讲去那间民宿时间，我去到一片嘛。面有一条溪呀，对，然后对面又有一条溪从这边流过来，然后再弯过去啊，然后左边又比较高，然后后面又有一个那个比较低洼的地方，他说那个东部。你今天来这边只吃到南东，应该还不过瘾。是满足，但还不过瘾，就好像少了一个什么。这是我们这个节目第一个来采访的烧气式，哎，有一点像一个杯子概念的 cheese 蛋糕。左边又比较高，然后后面又有一个那个比较低洼的地方，他说那个钱装不满。哦，钱装不满，刚刚用的一直装都装不满了。那么好哦。对啊，对啊。我刚才白肉牙黑火呀。钱装不满。好凉哦。对啊，对啊。哦，那风吹下来真是清凉的哦。我还有点问题哦，要给这样子海拔，我们今天按国的地方的海拔，这边海拔大概是500。500啊。对。不算高，对不对？啊，500虽然不算高，可是这边的气候其实它很容易起雾。起雾。所以说茶种在这边，其实因为雾气的关系，其实它海拔不用很高，做起来就非常的好喝，非常的去蒙沙岩呐，是东部的不同嘛。对对对对，蒙沙岩。然后这边最漂亮的地方是晚上的时候，晚上可以看到整个南海平原的夜景，灯火。对对对，而且这边夜景是很特别的，一般我们看可能只有灯而已，对不对？对。然后这边看到的夜景，它是像星星一样，它是会这样一闪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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整片都是闪闪发亮这样。所以白天也觉得说啊，吸收分多金，啊，各位都会按不调时间，我看到安斗的那个灯火，对对对，照亮整个人的。所以这个 view 哦，透过眼睛可以疗愈心。哇，来到那个真根本的感受到动强松呢，无边无顺嘅南洋平洋，好山好水，做得吸收分多金，真根可以预防嘅身心灵嘅好素材。出体强强嘅风景，阿兴哥个特别强嘅能食，用野味乌龙茶做嘅客店，还有辣体。我讲班姐啊，虽然做唔得迄一安步，啊唔过食定也好了，棒定好风景，嘛迄一好嘅香素啦。撒下来，因来到金边儿最美一只任务咯。落去，我带因落去一间有名嘅甜点店。好啦，来到那个西里面包店。好，面包店。面包店。面包店。来到面包店啊，虽然说了哈，一开始前面啊有一些曲折，但后面越来越顺了。那我今天带你来到这边呢，你剩下最后有5句，如果你学会的话，就让你顺利带着伴手礼回家。伴手礼哦，虽然我没办法住民宿了啊，但是伴手礼有的我觉得伴手礼对你会比较。啊哦，马街啊，亲民医馆嘅任务按简单哦。爱看英国喺海军看板嘅按演导，调试枪制作单位不用水嘅吼，真嘅人上都演导吼，就可以等人下啦。来，海景一样，欢迎。对啊，今天来到你的贵宝店。对。听说这宜兰啊，对，有许多法宝，你就是其中的一宝。对，现在是我们宜兰县最当红的伴手礼，就是奶冻。奶冻。你只要注意看哦，班姐，客人一进门出去一定就是左右手都是有奶冻，对不对？对。奶冻
起来学客家话。联动，联动，联动。哎呦，要比条家还认真哦，不过有个表情实在很神奇哦。没那么简单让你带那个伴手礼回去的。又要考试啦！我刚刚说你剩5句，就这么5句。好来。句啊。来，你好好好吧。来这边呢，出门都会带着伴手礼哦。对，伴手礼怎么讲？伴手礼。电炉。电炉。电炉。哎，为什么是2个字？伴手礼是3个字。哎，我们不需要讲伴手礼，我们的讲法就是和单篓一样啦，电炉啦。单篓一样啊。台语叫单篓。哎，对。好，帮我的电炉。哇。冷冻啊。哎，要不要再收？冷冻啊。对，来。这是我们独家的冷冻。他的冷冻啊，非常有名，而且还秒杀款。对。我之前来过宜兰一趟，都让我买不到。现在总算吃到了啦。总算吃到了。对。这是我们第1名的草莓冷冻，它是第1名，第2名是芋头，第3名是巧克力。小东来吃的係第1名嘅臭梅，臭梅，第2名你寫好㗎？臭梅，就是这个。对，臭梅，又大颗又甜。第1名嘅呢，烏味。哇，講得很標準。烏味，這芋頭，烏味冷凍，冷凍，大口感，就是这个，滑嫩绵密。好，我們說油滑，油綿，乳滑，油綿，還有滑滑的，對，綿密的，油滑。好，這樣子會不會了？好，我來考看看。番茄老闆，我現在需要第1名的草莓口味。好。臭梅。臭梅冷凍。臭梅冷凍，那就2個呢？要2個。這第1個，這樣子1個。那算1個。沒關係，這樣算你2個好了。我覺得你今天一整天太辛苦了。再來呢？那我要第2名的口味。那就是比較難念的，要先然後再味。哇！烏味冷凍。烏味冷凍，油滑油綿。我最重要的，我要帶走的就是這個電爐。你要講清楚哦。我講清楚了。剛剛卡一點這個綿的。伴手禮叫什麼？電爐。哎呦，一辦嘅實在很錢哦，都靠唔忘記。看來一個電爐哦，絕對做唔得嚟啦。一擺味道辦嘅咯，條家係鐵擺公開一個秘密武器，當都和外國人嘅小米啦。你今天來這邊只吃到冷凍，應該還不過癮。是滿足，但還不過癮，就好像少了一個什麼，對不對？我最近聽說那個你最近有喜了，對不對？有喜，對，有喜了，是不是要趕快跟我們分享一下這個喜悅啊？這是我們最新的燒氣式，所以說我剛剛說獨家就是這個咯。對，獨家的，這是我們這個節目第1個來採訪的。所以它裡面的內容是其實它底部比較高壯，它上層的部分它比較軟綿綿的，很化口。所以這個等於是奶凍的另外一個延伸版。對。燒氣式，一口一口的把它挖出來。這個有一點像一個杯子概念的 cheese 蛋糕，那它比蛋糕還綿密一點。對，還綿密。它下層比較高壯，而且上層比較軟綿綿的，所以在不管你是吃到上層或者下層，都很好吃。對。它是一個很特別的東西。徐老師說俚語。OK。番薯烏味，烏亂。番薯。番薯。烏亂。亂就是圓圓的啦，斜斜長啊。這個番薯字啊，斜斜啊，烏亂那個也斜斜長啊。這小小的東西啊，表示什麼？
我们用来形容了，说圣人开会的时候，小猫2、3只而已，我们就讲凡鼠胡乱，来这个凡鼠胡乱今天就来了几个番薯玉卵，来了一点点，那我们聪哥这边就不是番薯胡乱，对，我们是什么都有哦，客人都拿来，样样好吃，样样随时都热闹哦，人气旺旺，番薯玉卵，不是这样的，这样边番薯胡乱，番薯胡乱。好嘞，是的，按到嘅甜点，前面我来重复一下今日学嘅客家话了。好，一张人抽一个。OK。好，我来抽，我来抽。啊，你好。你好。哎，好，过来，完抽一个。啊，这个线条，等一下。好，线条。先条，先条哦，先条，先条，我知道这个是一个。你要认真哦，我觉得老板他要把奶我跟你讲，这个先条哦 Q 有问题。是有点喝醉了，是不是？没有，我没有这种音标啊，我突然要弄，其实是要很用我的手跟我的嘴巴 Q。好来。清明这边的特点啊，老板的特色哦，就是嫩冻，嫩冻，老板及格了。那个新的研发的那个叫做什么？那个是烧气啊，烧气，小气死，手气子，小气死，哦，好啦。老板的学费这么好，他有没有及格啊 ？OK 啦，算 OK 了，很棒啦。哎，看我这个脸孔讲这个话，来这边讲这个客家话，这个算不简单的。对。哦，这样子的话，颁给他喽。通告费呀，重报费，颁奖。一直在你的手上啊。哎呦，谢谢。哇，还有伴手礼，哇。嘿，今日办客出任务，虽然一开始杂查落去话，不过前面客人嘅总复习顺利过关，赢咗来咧，恭喜办客，还是个任务客，明年我来挑战任务呢。